帖撒羅尼迦後書第2章。兄弟姊妹啊，關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再來，並佢愛賜息我哋同佢相會嘅事，我哋求你哋，唔好按假就本主再來嘅日子已經到咧，這種講法來搖通來炒飯，可能有人講，這講法係我哋所傳所講。也是寫在新的地位嘅，無論乜人用乜嘅方法，你都唔好本佢哋騙到，因為喺你哋來到以前，天國會有大破日，嘅主天而滅亡嘅不法者會出現，嘅不法者會反對一切本人創造神明，也是敬拜嘅對象，高升自家到一切嘅蛋糕。佢甚至會去坐在上帝嘅聖天度，自稱係上帝。你哋唔記得係麼？我同你哋講下嘅事，已經將這件事老你哋講過咧。主動這件事，唔本佢這下就發生嘅係乜嘅？你哋知時機一到，嘅不法者就會出現，嘅神秘不法嘅力量已經開始進行，總係。要等到主動這件事嘅書釋開以後，這件事將會發生。這時不法者會出現，總係主耶穌再來嘅事，要用口中嘅氣來除滅佢，用自家降臨嘅陽光將佢消滅。這不法者會靠撒旦嘅權勢來到，行各種嘅奇事留神者，顯出假嘅手頭。佢也會用各種嘅詭計。來對待佢哋滅亡嘅人，佢哋滅亡，因為佢哋唔接受，也唔愛惜佢會本佢哋得救嘅真理。因為咁樣，上帝就使佢哋迷迷痴痴，本佢哋心窮化了，結迷一切唔信真理、歡喜本義嘅人，會受天吹。主所寫嘅兄弟姊妹啊，我哋應該常常為你哋感謝上帝。因為上帝揀選你哋，通過聖靈神聖嘅工作，讓你哋對真理嘅信仰，本你哋先得救。通過我哋所傳播你哋嘅福音，上帝呼召你哋來分享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榮光。所以兄弟姊妹啊，你哋要期待對我哋所教嘅真理，無論係用講嘅，也係用心嚟寫嘅，你哋一定要好好遵守。上帝想我哋，使人將永存嘅安慰、和美好嘅盼望賜俾我哋。願這個阿爸上帝，讓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激勵你哋，俾你哋有勇氣來傳講並實行一切美好嘅事。